现在地方制度法规定讲，直辖市超过250万人才当来设第三个副市长。那也立委提案要修法，要来台独这个限制，今仔要伫立法院来审查。内政部长刘世芳是望讲，透过鼓励合适户口的人数超过250万人，安尼就无修法的问题。有妇女团体嘛呼吁讲，甲1/4妇女保障名额改做1/3性别比例原则，来增加基层的女性参政的机会。1月13日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排审地方制度法草案，妇女团体甲立委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应该趁这一届地方制度法修法，甲第33条1/4妇女保障的名额改做是1/3性别比例原则，扩大基层女性参政的机会，减少女性参政城乡的差距。呼吁就是说，其实应该现在要赶快修法，改为1/3性别比例原则。而且这其实早在10年前，其实当时行政院就已经承诺的一个就是修正方向。台北市为了蒋万安，要再搞一个量身定做的第3位副市长的条款，同样是3。我们希望在这个修法当中，让女性的参政比例保障能够达到1/3。另外，国民党立委李干寿等人提案修法，删除直辖市250万人口的条件，改做无论人口偌济，直辖市拢设3个副市长。也若非6都的部分，县市的人口数若超过总人口数的2%，就会当增加第2个副县市长。不要只考量到250万的人口数，应该可以设置第3位副市长哦。那他们也会朝向更专业化、完善化去处理他们的副市长的设置。还是鼓励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尽量在台北市的涉及人口可以达到250万，那这样子就没有涉及修法的问题。有关人口数达到全国总人口数2%以上的县市，会当增加1个副县长。刘世芳讲，财政的方面，人事费用一年可能会增加500万至700万。修法敢会当予地方施政有较好的效率，要是爱甲县市政府好好来沟通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